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耶诞节，大家拢咧看倒一位的耶诞树上介水。英国大语文推广无讲介普遍，真侪人惯势甲上水的上写做上请的上，其实到报台字典是写上马上的上。也毋过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英国大家常常写唔对的上请的上。读使用上第7条，读上这是读文音。古早台语字典就解说这个上有尊贵的意思，咱讲高尚。即马咱是较常听人读做高尚。古早还有一个官职是上司，另外这个鼻音读做上和尚的尚，像讲男性出家人，咱称呼是和尚。英国和尚是讲地位较悬的出家人，阶级比 BQ 更较悬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高尚，照古早台语字典应该是读做高尚。也毋过咧，即马拢惯势读做高尚，已经真做俗音啊。高尚嘛会当形容物件品质真好、真高雅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人品真好，或者是真清雅有气质。第二个咧是一句俗谚语，咱讲花上头掠杀某。咱知影讲出家人是剃光头，你咧光头想要掠杀某，根本就是无可能。这句话意思就是注定失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认真找头路，就无一定保证会当找到家己喜意的工课。态度若是凊凊彩彩，认为家己介高尚，经东经西，那亲像是花上头掠杀某，注定失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上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上，也有一个俗音读做上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